半夜，我感觉有一个人爬上了我的床，我半睁开眼，看到的是室友刘艳那张因为整容失败而过分恐怖的脸。她低垂着头，脖子抻得很长，脸几乎要贴在了我的脸上。刘艳凑到我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兰兰，你睡着了没有啊？”毕业之后，为了节省房租，我和2个女孩合租了一间30一厅的房子。但我的合租室友刘艳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葩，她是某音上的一名主播，白天不上班，晚上直播到凌晨1、2点。但她的奇葩在于，每次我和暧昧对象视频的时候，刘艳准能故意出现在我房间里。她啥也没穿，就裹着一条浴巾，娇滴滴的说道：“江兰，我去你阳台上晒下衣服。”本来这间带阳台的卧室就比别的房间房租贵个150，但显然刘艳把我这阳台当成了公共阳台了。她晒完衣服还会不依不饶的凑到视频前，对着视频故意喊哥哥好。我无奈之下只能将房间给锁上了。锁了门，刘艳倒是收敛了，但没过多久，她就开始带着不同的男人回来过夜。有时候我刚从厕所洗完澡，裹着浴巾出来，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陌生男人，我当场吓得尖叫起来，刘艳和男人却笑作了一团。我也想过退租，但是当时我为了每个月节省200块钱，一次性交了半年的房租。我刚毕业，工资又不高，只能凑合着住下去。我和另外一位室友王雪私下里经常吐槽刘艳的各种奇葩做法。这天晚上，公司刚好聚餐，王雪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，她告诉我刘艳借了大额网贷去整容，结果整容失败了。她还偷拍了一张刘艳的照片。打开王雪给我发来的照片，我吓了一跳。照片是王雪偷拍的刘艳的侧脸，刘艳的脸几乎肿成了原来的2倍大，鼻子更是像变成了阿凡达，她目光呆滞的坐在沙发上，呆呆的看着前方。我仔细看着照片，却突然觉得有一丝不对劲。我将照片里刘艳的脸放大了一看，刘艳的脸明明是朝着正前方的，但她的眼珠子却斜了过来，死死的看着镜头。我差点将手机丢了出去，刘艳分明就是发现了王雪在偷拍。我立刻将这个发现告诉了王雪，让她不要再偷拍刘艳了。王雪显然也很害怕，她说她没有将照片外传，只是发给我一个人看看。当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的时候，10分钟后，王雪再次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：“兰兰，刘艳疯了，她竟然躲在我的床底下，我觉得她想要杀死我。兰兰，我好害怕。”微信不断的震动了起来，我吓了一跳，连忙走到外头给王雪拨打了电话。电话很快被人接通了，我刚喂了一声，电话又挂断了。这时我又收到了王雪的微信：“兰兰，没事呢，刘艳和我闹着玩呢。对了，和你说个事，公司临时让我出差半个月，我现在就要出发了。”我心里觉得怪怪的，就给王雪打了一个微信视频。王雪并没有接视频。刘艳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僵，她从来不会和我们开玩笑，又怎么可能跟王雪闹着玩呢？我心里一直觉得有些不安，没等聚餐结束，我就急匆匆的赶回了住的地方。我推开门，客厅一片漆黑，死一般的寂静。王雪，刘艳，我喊了一声2人的名字，没有人回答我，我的心跳不免加快起来。我伸手去摸开关，却摸到了一只冰冷的手。我猛地往后一缩，打开了手机手电筒，才看到刘艳站在我的面前。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一只手搭在了开关上。刘艳，你站在那里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刘艳不说话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急着微弱的手电筒光线，我看见她的脸却实毁了。原本刘艳的脸型还挺好看的，但现在完全肿成了一个发面馒头，脸上的皮肤也皱巴巴的，整个人像是老了10来岁一样。你回来了。刘艳开口说话了，声音十分嘶哑。她按下了开关，当我真正看清她的脸的时候，再次被吓了一跳。刘艳这完全就是重大级医疗事故了，这是去了哪家黑心的整容医院，能把一张好好的脸给弄成这样啊？刘艳咧嘴一笑，她突然凑近了我，缓缓说道：“我是不是很吓人啊？”我刚想要说没有，但一想这实在是太假了，便问刘艳她接下来是不是要去做修复。刘艳露出一个似哭似笑的表情。我借了很多钱，医院不同意给我做免费修复，那些钱我现在也还不上了。突然，刘艳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她的手指很凉，但又有一种黏腻的感觉。我下意识的想要挣脱，但刘艳的力气极大，死死的抓住我。兰兰，我之前借你买了一个 LV 的托特包，你有钱的对吧？你能不能借我一点啊？刘艳，那个包是我花了好几个月工资买的，我手头已经没钱了。我叹了一口气说道。刘艳死死的看着我，她的眼珠因为用力过度而凸起。就在我被看得毛骨悚然的时候，刘艳松开了我的手，她一声不吭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我赶紧走到王雪的房间门口，敲了敲门，但里头无人应答。我扭开了门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但我瞬间就皱起了眉头。王雪的床单换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昨天我还看见王雪铺着洗好的床单，那是一条浅绿色的碎花床单，而现在这条床单变成了一条黑白棋盘格的。一个昨天刚洗了床单，今晚又急着去出差的人，会特意换掉床单吗？我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。就在这时候，我感觉脖子处一凉，我猛地扭过头，刘艳就站在我身后，她的脸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。兰兰，你在看什么啊？刘艳露出一个僵硬的甜巴巴的笑容。刘艳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神出鬼没的吓我？我真的有些生气了。刘艳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她又机械般的重复了一遍：“兰兰，你在看什么啊？”我看到刘艳的视线停留在了床单上。兰兰，你是觉得这个床单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刘艳直勾勾的盯着我说道。我的心跳猛地加快。没什么，我还以为王雪是在开玩笑呢，没想到她真的出差去了。我强装镇定的说道。
刘燕，我要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你还是赶紧和你爸妈说，把钱先还上，然后再去修复脸吧。我1秒钟都不想和刘燕待在一块。如果说之前刘燕是奇葩讨厌，那现在的刘燕是让我觉得恐怖。我几乎是逃回自己房间的，然后反锁上了房门。我的心脏跳得格外厉害。刘燕那瘆人的样子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，一个惊悚的念头在我心里浮现：王雪有可能已经被刘燕杀死了。但这个想法很快被我否决掉了。刘燕虽然奇葩，但也不至于因为王雪偷拍了她一次就去杀人。王雪现在估计正在赶路，所以手机才没有接听。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，敷了个面膜，躺在床上开始刷最近很火的一部双男主刑侦剧。正当我沉浸在男主的美颜之中时，我突然听到了刘燕那屋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咚咚，似乎是敲击声。这声音很清晰，我一下子就关掉视频坐了起来。客厅里传来了水声，刘燕应该是在卫生间洗澡。咚咚，又是2下敲击声。我坐不住了，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刘燕的房间门口。敲击声更加清晰了。我很确定刘燕的房间里有什么东西。我颤抖着将手放在了门把手上，刚要扭转，一只手从身后伸了出来，猛地抓住我的手。江兰，你不知道没经过别人的同意随意进别人的房间是不礼貌的吗？刘燕对我露出一个微笑。我转过头，刚想说不好意思的时候，却被她的脸吓了一跳。刘燕的脸上涂上了厚重的一层白色粉底，但也掩盖不了坑坑洼洼的皮肤。与其说她是在化妆，倒不如说简直像在脸上涂了一层白色的颜料。她的嘴唇更是涂得鲜红，完全涂出了嘴巴的外缘。刘燕平时的化妆技术不错，从来不会化这么诡异的妆容。刘燕，你怎么把自己化成这个样子？我震惊地问道。刘燕抿嘴一笑，我还是要直播赚钱啊，没有钱，我怎么还贷款？怎么去修复？说完，刘燕便推门走了进去。我想看清楚刘燕的房间，但刘燕根本没给我机会。房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了。说来也奇怪，等刘燕进去之后，那个咚咚的声音便消失了。我只好回到了房间。出于好奇，我打开了刘燕的直播间。之前我也点进去看了一次，刘燕在直播时喜欢穿着黑丝打擦边，满脸酡黄啊黑颜。当时我就有些不忍直视，从此以后再也没去看过刘燕的直播。但今晚的刘燕直播间风格完全转变了，她不说话，瞪大眼睛，眼球突出的厉害，面无表情。网友们纷纷评论被吓到了。刘燕对着镜头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，我心跳的有些厉害，连忙关掉了直播。这段时间我和暧昧对象的进展很快，基本上就只差捅破窗户纸的关系了。因为我们异地，见面机会很少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约定，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开着语音通话睡觉，这样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。我刷完最新一集的电视剧之后，开着语音通话就睡着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是被暧昧对象的声音吵醒的。兰兰，你房间里是不是有人在？我怎么听到了第2个人的呼吸声？听到这话，我瞬间吓得睁开了眼睛。刘燕低垂着头，脖子抻得很长，脸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。她竟然连妆都没有卸，脸色依旧惨白的吓人。她凑到我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兰兰，你睡着了没有啊？”我惊出来一身冷汗，连忙闭上眼睛，假装什么也没看到。兰兰，你醒了吗？我真的听见还有别人的声音，此时我都想要杀了我这个白痴暧昧对象了。好在我赶到刘燕很快便从我床上爬了下来，离开了。暧昧对象还在喋喋不休地问我，我心情烦躁地告诉他刚刚那是室友而已。我干脆关闭了语音通话，下床去上个厕所。突然，我的脚踩到了什么冰冷的物体，我低头一看，竟然是一把水果刀。我的房间里没有水果刀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把刀是刘燕带进来的。我只觉得浑身上下冒起了一股寒气。刘燕她拿着一把刀进来，想做什么？突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来自未关注人的微博私信。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，我打开私信一看，浑身都冷了下来。你好，在吗？是这样的，刚刚有人进了你的房间直播，视频在外网上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问你知道吗？我急忙请求他将外网链接发给我。不好意思，这个链接你是进不去的，只有会员才能进入。不过我可以发给你直播回放的视频。几秒钟后，我收到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我看到有人轻轻推开了我房间的门，那只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，一看就是刘燕的。我的心提了起来。刘燕手里出现了一把钥匙，她竟然背着我偷偷配了我房间的钥匙。镜头一直移动到我的床边，紧接着镜头迅速贴近了我的脸。下一刻，我看到了刘燕拿着水果刀在我脖颈处比划着，我瞬间感觉脖颈处一凉，死亡的恐惧感让我浑身发抖起来。刘燕，她真的想要杀了我。兰兰，你房间里是不是有别人在？我怎么听到了第2个人的呼吸声？此刻，我暧昧对象的声音响起。视频里，刘燕的手一顿，刀也掉落在了我床边。我的心脏狂跳起来。如果不是暧昧对象突然说话，我估计已经死在刘燕的手里了。视频里有很多弹幕，应该是当时在线看直播的人。好遗憾，怎么没杀了他呢？无聊，本来还以为主播能杀了他的。这妹子长得挺符合我的口味的，我希望主播能切下她的脑袋。血腥、猥琐，大部分不堪入目的话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弹幕又有一部分是中文，但也有很多是英语、韩语，甚至是日语。我心惊不已。看完视频，我打算立刻报警，但我没想到2秒之后，视频被自动销毁了，仿佛一切都不存在过一样。我焦急地给这个名字是一串乱码的人发了一个问号。
抱歉，你此时应该想去报警，但是我不能让你去报警，否则我会被他们发现的。他们是谁？我颤抖着打下了这几个字，对方却再也没有回复了。这一夜我根本没有隔夜。第二天，我跟公司请了一个长假。9点的时候，我给王雪波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接通后，嘟的一声就挂断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。很快，我收到了王雪的微信。兰兰，我在开会呢，不方便接电话。我心里这种不安的感觉却难以消散。突然，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。之前我没锁门的时候，刘燕经常溜进来动用我的私人物品，她甚至白天会拿走我的平板，当做自己的来用。刘燕她会不会在我的平板上登录过账号？我拿起平板，开始查看起刘燕的登录信息。刘燕还真的用我的平板登录过微信，以及她自己的浏览器账号。她的微信已经退出了，但是令我惊喜的是，她的浏览器账号竟然还登录在那里。我查看了一下她最近的搜索记录，怎么快速借款，如何大额贷款，利息最低，想要蘑菇，整容医院哪家最好？很多搜索记录都是关于贷款和整容的。我直接拖到了昨天，其中一条搜索记录让我触目惊心。怎么杀人最好？我的心脏再次狂跳了起来。一个可怕的猜想在我心里浮现，刘燕可能真的杀了王雪，她已经疯了。下一秒，这条搜索记录却消失了。突然，敲门声响了起来。江兰，我之前用过你的平板，结果浏览器账号忘记退出了。你刚刚是在看我的搜索记录吗？没有。我立刻反驳，心却跳得厉害。刘燕哦了一声。我很想质问刘燕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，以及她撕配我的钥匙一事。但刘燕现在实在是太不正常了，我生怕她会直接破罐子破摔。门外很久没有动静，刘燕似乎已经离开了。突然，咚咚2声，门似乎受到了什么东西的撞击。我颤抖着将脸贴在了门缝下，我看到了一双瞪得极为夸张的眼珠。刘燕趴在地上，用头一下又一下的撞击着门。我差点叫出来，慌乱的往后退去。刘燕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再这样吓我，我就报警了。门外的撞击声这才停止。江兰，我要出去一趟，我准备去医院看看脸的事情。刘燕悠悠地说道。听到刘燕要出门，我这才放松了一点。很快我便听到了刘燕出门的声音。我把这事告诉了暧昧对象，暧昧对象也觉得刘燕一定不对劲，他让我趁着刘燕出去，赶紧去他的房间看看。站在刘燕的房间门口，我有些紧张。我试着扭动了一下门把手，令我意外的是，门一下子就开了。刘燕没有锁门。我从未去过刘燕的房间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去。刘燕的房间非常乱，外卖垃圾和化妆棉全扔在了地上，窗帘拉得密不透风，白天房间里也黑得跟晚上似的。还有一股十分刺鼻的味道。梳妆台上放着一个笔记本电脑，电脑敞开着，并没有关机，发出微弱的光亮。令我激动的是，刘燕的微信也没有退出。我颤抖着看起了刘燕的聊天记录，其中一个人的头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力。这个人的头像是一只黑色的眼睛。我打开刘燕与这人的聊天记录，只有一条链接。我点进了这个链接，却显示无法访问。我连忙把这个链接转发给了暧昧对象。暧昧对象是个程序员，对电脑非常精通。他很快给我发来了信息。兰兰，这条链接是一个外网链接，我暂时无法破解，只有收到邀请码的会员才能进入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尽量去破解这个会员码。我仔细搜寻刘燕电脑里的蛛丝马迹，终于被我找到了一丝线索。在刘燕浏览的某一个贷款网站上，我看到了一则私信记录。想要快速赚钱吗？我们现在招募真人主播，请加微信 xxxxx。我搜了一下这个微信，果然是那个黑色的眼睛。这条链接恐怕就是刘燕用来直播的外网链接。突然，我听见了身后传来了吱呀一声，紧接着是一个重物倒地的声音。我猛地扭过头，一个白色塑料袋包裹的人形物体倒在了地上。我的心脏狂跳起来。塑料袋里装着的是王雪，准确来说是王雪的尸体。王雪的双眼因为过度充血几乎突出了眼眶外面。我几乎是跌坐在了地上，浑身一下子瘫软了下来。一瞬间，我想起了昨晚听到的咚咚的声音，那是当时还有一丝呼吸的王雪在向我发出的最后的求救声。衣柜里还藏着一部手机，是王雪的手机。我收到的那2条短信都是刘燕假扮成王雪给我发送的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我立刻拿起手机准备报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暧昧对象的电话，他语气焦急又急促地说道：江兰，马上离开房间，我已经破解了会员码，进入了那个网站。刘燕她还在直播，她根本就没有出去，她一直躲在床底下直播。冷汗从我后背渗出，我看到了床底下那双隐藏在黑暗里的充满恶意的眼睛。我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门外冲去，但是还是晚了一步。刘燕整个人压在了我的身上，我的手机被她用力地扔了出去，手机掉在了地上，我听到清晰的碎裂声。将手机里暧昧对象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手机被摔碎了。我心里涌出了一丝绝望，但我没有放弃。刘燕掐着我的脖子，她用刀抵住了我的后背，我感到后背传来一股尖锐的疼痛感。江兰，如果不想现在立刻被我杀死的话，就抬头看前面。我愤怒地抬起了头。刘燕摆放了一台手机在我的面前，手机上显示的是一个直播的画面，我和刘燕的脸都出现在镜头里。刘燕的脸上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疯狂，直播间上的弹幕疯狂刷新着。
主播，不要一下子杀死他，我想要看这个漂亮的妹妹被一刀刀凌迟处死，看得我都兴奋起来了，太劲爆了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直播这种杀人场面。前面的你是新加入的会员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根本不算劲爆的。之前我还看到过一个妹子嘴里被活生生的注入硫酸呢，哈哈哈，痛得她死去活来的。还有很多是外国人的评论，但是他们的言语中无一不充斥着嗜血的兴奋。我很难想象这群躲在背后的人，此时此刻会是一种多么丑恶的嘴脸。我的胸腔里充斥着强烈的愤怒，这股愤怒反而让我冷静了下来。刘艳，平时我和王雪根本就没有得罪你，你的种种行为我都容忍了下来，为什么你想要杀死我们？我看向了直播镜头，质问道。镜头里的刘艳古怪的笑了起来，此刻她的脸看上去诡异又阴森。江兰，我没钱，他们承诺我，只要我能完成这2场直播，就能给我100万。100万，刚好能还清我从那些借贷平台里借来的钱，还能剩下一些让我去做修复手术。我不像你们，都是读过大学的，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好工作，可我不一样，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读完初中吗？因为我那该死的继父，他说如果我继续读书，他就打断我的腿。我本来想变得更好，赚更多的钱，但我的脸却毁了，还欠下了一屁股债。那些放贷的人说，要是不还款，就把我的裸照公布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臭婊子。江兰，像你这种活在阳光下的人，根本不会知道我的痛苦。刘艳喃喃低语。刘艳，你不要傻了，你杀了我们，难道以为可以逃脱过法律的制裁吗？我冷冷地说道。刘艳的脸上再次露出了一种癫狂的笑容。江兰，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刚开始也不知道，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很多。这是一个地下直播，他们能帮我处理尸体。你知道世界上一些人为什么能莫名其妙的就失踪吗？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。他们有100种方法可以让一个人从世界上没有痕迹的消失。我需要钱，江兰，你明白吗？我对不起你和王雪，你放心，等我的脸恢复之后，直播赚来的钱我会寄一部分给你们的父母。你真是无药可救，刘艳，我冷声说道。尖锐的刀抵上了我的喉咙，快割开他的喉咙！我兴奋起来了，杀了他！直播间的弹幕占据了整个画面，他们都在期待着我的喉咙被割开。这群躲在屏幕背后的畜生们，我感到鲜血从我的喉咙间喷涌而出，我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。倒下之前，我看到了一双黑色的皮鞋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刘艳视角，我抬头看着面前戴着墨镜和口罩、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，他正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看着我。死了！黑衣人用皮鞋踢了踢江兰的身体，他的声音是变声器处理过的沙哑又刺耳的声音。你别这样！我低垂着头说道。黑衣人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嗤笑。你们会帮我处理他们的事吗？我能无罪脱身？100万什么时候打给我？我局促不安地问道。我这次来就是帮你处理这2具尸体的，我们会帮你建立一个新的海外账户，钱会打到那上面。刘艳，你这次的直播非常成功，我们的会员很喜欢你的直播。黑衣人发出难听又低哑的笑声，他蹲在了江兰的身体面前，戴着黑色皮质手套的手刚要触碰他的身体，突然江兰一下子动了，他猛地抓住黑衣人的手，掏出一把小刀插在了黑衣人的手掌心。黑衣人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江兰视角，黑衣人的手被死死地钉在了地上，他很快反应过来，另一只手还未伸到裤子右侧的口袋。我迅速地拔出刀，抵在了他的喉咙上。我知道你想要拿枪，你可以试试，是你拿枪的速度更快，还是我割开你的喉咙更快？我微笑着说道。黑衣人的手一顿，墨镜下的眼睛难掩震惊。江兰，你为什么没有死？我笑了笑，不止我没有死，就连王雪也没有死。旁边的塑料袋一阵响动，王雪从塑料袋里爬了出来，她笑嘻嘻地说道：憋死我了！我看到黑衣人的喉结不断的滚动，显然他非常震惊。直播间的会员们更是震惊到疯狂发弹幕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都活过来了？我明明看见他们被割开了喉咙的，我是亲眼看见王雪死的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黑衣人看着我们，声线无比阴沉地问道。我没有回答黑衣人的问题。从一开始，这就是我们3人的计划，而他们正一步步地踏入我们的陷阱。现在，收网的时刻到了。我叫江兰，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名高级黑客。1年前，我的妹妹江月失踪了。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江月不是我的亲妹妹，但她是和我一起相依为命的家人。她失踪后，我开始疯了一样去寻找她的踪迹。江月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直到我在一个外网上看见了我妹妹的视频。视频里的她出现在一个仓库内，她被人绑了起来，大大的眼里全是无助的恐惧。一双属于男人的手用力地掰开了她的嘴巴，往里头灌入了硫酸。妹妹发出痛苦的惨叫声，我的指甲陷入掌心，早已鲜血淋漓。那天下着暴雨，我打车来到了警局，像个疯子一样把视频交给了警察。我跪在他们面前，恳求他们抓住凶手。但是仅凭视频里的一双手，要想抓住凶手太困难了。案件进入了停滞期，直到有一天，警察告诉我凶手抓住了。我看见了那个杀害我妹妹的男人，他比我想象的远要普通很多。他是个普通的外卖员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30年的房贷。他说他在某一天收到了一个直播邀请，让他杀死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。男人痛哭流涕的恳求我原谅，他和我妹妹没有任何仇怨，只是单纯的为了那100万。听完男人的话，我非常平静的离开了，因为我知道事情远远没结束。
当天晚上，我就收到了男人死在警察局的消息，这个网站也被注销了，一切踪迹似乎都没有存在过一般。这些隐藏在背后的人，一个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从这天起，我心里就有了一个计划，但是我一个人无法实施这个计划，我需要2个帮手。我第一次找到刘燕的时候，是在某个会所，刘燕娇笑着坐在一个男人的大腿上。你是刘燕，对吧？可以跟我出来谈谈吗？我看着刘燕化着浓妆也抵挡不住疲惫的眼睛，说道。你谁啊？我很贵的，还有我从来不接待女人，我瞒你半个小时，3000块。我平静地说道。刘燕一愣，随后娇笑着挽住我的手。我带着她来到了一家咖啡厅，我给刘燕点了一杯咖啡。刘燕，半年前你的母亲失踪了。刘燕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她警惕地看着我，像一只小兽。我没有立刻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给她看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一个50岁的女人被活活勒死。刘燕的脸皮控制不住地颤抖着，我看见眼泪不断地从她的眼睛里流下。但刘燕比我想象的要更加聪明和冷静。她擦了擦眼泪，颤巍巍地叼上了一根烟。是谁做的？我说，一个地下直播组织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。这段视频是拍给某一个会员看的，仅仅是因为他提出了他想看一个50岁的女人的死亡过程。我的妹妹也是死在他们手里。刘燕，我知道你之前是一名特效化妆师，我需要你帮我。我们一起完成一个计划。后来我们又找到了王雪。失去丈夫之前，她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，但是因为丈夫的死，王雪住进了精神病院。她的丈夫是被活埋的。王雪看完视频，抱着我们嚎啕大哭了一场。她要加入我们的计划，找出那些藏在背后的畜生。这个组织的人很警惕，他们会寻找最合适的受害人，所以我们需要伪装成3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身份。我和王雪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上班族，刘燕则摇身一变成了娱乐主播。计划开始前的半年，我们3人删除了一切联系方式，我们完全按照伪装的身份在生活着。半年后，我们3人装成要找房子的样子，顺利合租在了一起。为了不露出任何破绽，刘燕伪装成了一个奇葩讨人厌的室友。刘燕借网贷、去整容，都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，为的就是放血引诱他们上钩。果然，他们上钩了。为了能够全程监控我们，他们让刘燕在房子的各个插孔里装上针眼监控，但他们不知道，这个监控早已被我提前修改过了。他们只能看到我想让他们看到的内容。刘燕整容失败是假的，我脖子上的伤口是假的，王雪的死也是假的，这些全是刘燕用特效化妆画出来的。王雪的演技很出色，她完美的演绎了一场直播被杀的戏份。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那个藏在背后的人。现在我抓到你了，我笑了起来。我转头看向了手机上的画面，你们所有人一直以来都像一只老鼠一样隐藏在黑暗之中，而现在我要把你们一个个的抓出来。你们的身份信息我已经查出来了，你们的名单我已经公布在了网上。我嘴角扬起一个微笑。现在该你们受到惩罚了。直播间的画面瞬间黑了，我摘下了黑西装男人的墨镜，他长了一张十分英俊的脸。令我意外的是，他的脸上没有过多的惊慌。男人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，那电话里你的暧昧对象都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他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暧昧对象，电话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，还有我很早之前就在王雪训练下有了没有破绽的演技。警笛声在楼下响起，早在进入刘燕的房间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报警了。你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了，人渣！我看着他，平静地说道。那份名单被公布的时候，激起了整个社会的震惊和恐慌。名单里有平时笑呵呵的老好人，有乐于助人的爱心人士，有精英，有高管。这些蜷缩在黑暗角落里的人，他们终于被曝光在阳光之下，无处遁形。刘燕离开了这个城市，她临走之前，是我和王雪去送的她。刘燕笑着告诉我们，她准备继续从事特效化妆师的行业。她抬起头，面向阳光，眼里有闪烁的碎光。我啊，想要成为国际特效化妆师。送走刘燕之后，王雪哭了，她抱着我哭了很久，告诉我她想要继续当演员。我揉了揉她的脑袋，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出色勇敢的演员了。